係喜達置業 Amy，今期嚟到咗羅湖口岸嘅位置，陣間要帶大家睇一個羅湖口岸邊嘅70年產權嘅現樓住宅單位，而且係低總價就可以入場噶啦，總價120萬買43平方嘅單位，性價比啊、location 啊、周邊嘅配套啊都係可以嘅。咁睇翻周邊嘅實景。我身後呢度咧就係香格里拉酒店呢一棟樓，陣間要帶大家睇嘅主角咧就係佢背後嘅呢一棟大廈啦，叫會展閣。咁過翻嚟呢一邊羅湖嘅火車站呢個位置過去咧，大概行翻個2-3分鐘就係羅湖嘅口岸以及側邊嘅羅湖商業城，所以呢個位置相信好多港人朋友咧可能都會比 Amy 仲要更加熟悉呢一度啦，因為你哋行得多啊嘛。 Amy 咧就可能帶客啊過嚟接客拍視頻嗰時咧就會過嚟呢邊嘅，咁呢一度嘅配套咧就好成熟嘅。譬如話地鐵我哋可以坐9號線又好1號線又好，咁如果係話商業嘅話，對面就有個貿易天地係啱啱開業嘅。如果係話周邊嘅商圈咧，可以去翻老街商圈啊、國貿商圈、羅湖萬象城商圈，譬如話去金光華、去京基 KK Mall 啊呢啲咧，都係好方便嘅。基本上行路10分鐘左右嘅腳程，或者係1-2個地鐵站就可以過翻去噶啦。咁今期嘅呢個單位咧就好適合話想要揾翻個住宅，但係又唔想抌咁多嘅銀碼去買翻個單位嘅朋友，或者適合買咗住喺呢度，然後翻去香港翻工，港深通勤嘅呢啲朋友啦。咁如果係買咗過嚟話要投資出租咧，亦都係適合嘅。因為譬如話43平方嘅單位咧，後期嘅月供1個月大概係3500零蚊，而家嘅租金咧實價下都係可以租翻個3500蚊鬆啲嘅，所以話租金係可以抵翻月供嘅。咁我哋而家就過去現場了解下個情況。上到嚟32樓嘅位置，佢過道嘅情況啊都比較新淨，而且係比較闊落嘅。過嚟呢度有張圖，我哋嚟睇翻呢一層單位嘅分佈情況。睇翻呢兩排，呢個係北向43平方嘅單位，下邊呢排就南向43平方嘅，4個角落頭呢幾個咧就73平方嘅戶型，中間呢兩間係90平方嘅4梯18伙嘅設計。過嚟呢度睇翻個43平方南向嘅間隔，現狀交付嘅。如果係買咗自己住就可以話整翻個裝修啦。入嚟左手邊做咗個套廁嘅空間，有做埋乾濕分離嘅，不過入邊嘅呢啲衛生嘅狀態啊、保養嘅情況就麻麻地啦。出租出去咧，有啲租客都可以接受嘅，但係如果自己住就要執翻正啦。出嚟坐廁位，再過嚟呢邊就係洗手池同埋鏡嘅位置。不過呢個單位咧而家係冇做廚房嘅，如果後期要加，可以喺入門嘅右手邊呢一 part 咧加翻個開放式嘅廚房喺度。再入嚟個空間係比較闊落嘅，有18個平方。呢度過嚟嘅闊度大概係4.1米幾，如果係由呢一面牆計過去咧，係有4.8米嘅進深嘅，都算闊落。南向光線係光猛嘅，望出去景觀亦都可以望香格里拉，以及望翻旅檢樓啊口岸嘅方向，遠處就係睇翻個山景啦、河景，景觀嚟講咧都算可以嘅。咁睇翻呢個單位嘅價錢，總價就120萬起嘅，要俾翻3成嘅首期係36萬，30年月供，每個月還款大概係3560蚊。咁呢個單位如果係話出租出去咧，係可以租到大概3500蚊嘅，即係租金就可以抵咗月供啦。咁我哋再去睇個73平方嘅戶型，呢個係73平方嘅戶型，都算有個獨立嘅入戶過道。入嚟就係個大開間嚟嘅 L 字型。咁呢邊嘅進深咧係5.5米左右，呢一邊長度係8.5米，闊度就3米左右嘅，成個空間係比較闊落。如果係話後期要做翻睡房，可以喺呢邊間翻一間，呢邊呢個位置咧又再間翻間，剩翻嘅空間咧就可以做翻個客餐廳一體嘅位置啦。佢而家係喺呢個位做咗個
洗手間嘅位置，因為前期呢個位咧係用嚟做咗員工宿舍嘅，所以洗手池都做咗有3個喺度。如果係話平時我哋住家咧，就呢個位係一定要改翻佢嘅。包括入邊做咗有個坐廁位啊、淋浴區，再出嚟呢度咧又係有個踎廁同埋淋浴嘅空間一體嘅。成個空間嚟講咧，仲算可以，但係呢個設計就真係非常之唔好用嘅。後期一定要係話自己改造過佢，無論係出租啊定係話自己住，都係要稍微裝修下嘅。咁呢邊就西向嘅景觀啦，望出去主要係睇翻城市景觀啊，遠處嘅啲山景啊為主嘅景觀嚟講，仲算可以，比較開揚。咁再過嚟呢邊睇下南向嘅景觀，南向啱先亦都有睇過嘅，不過呢一個單位呢邊望出去咧，似乎就更加開揚啲啲啦，因為隔離嘅香格里拉擋得更加少，就直面望翻個關口、旅檢樓、火車站同埋遠處嘅河景、山景啦。景觀嚟講咧都係 OK 嘅。咁呢個單位嘅總價係180萬起，3成嘅首期係54萬上會。30年如果每個月還款咧，大概係5300蚊嘅。呢個單位如果係話出租出去咧，大概可以租到4500蚊左右，即係千零蚊就可以供到個70年產權嘅住宅嘅單位啦，仲要係73平方嘅。咁仲有一個咧，隔離呢度就係個90平方嘅戶型啦。不過佢而家係做咗個公司嘅內部洗衣房，就入唔到去睇嘅。如果係有感興趣嘅話咧，可以約個時間過嚟現場去睇翻嘅。咁戶型間隔我哋就睇到呢度啦，落去帶大家睇下周邊嘅實景。而家落咗嚟1樓入戶大堂嘅位置啦，俾大家睇下呢邊嘅實景。等 lift 嘅地方入邊佢係有3部 lift 嘅，呢2部咧就分咗係單層、雙層，呢邊就全部都可以上到去嘅。咁雖然話呢棟大廈嘅管理咧係相對開放，但係啱先見到咧都係有個叔叔喺度會問你話去邊度啊、去邊一層啊之類嘅，係會有做翻啲登記嘅。咁如果係話出到嚟出面呢度就會有啲譬如話做 SPA 啊、做按摩嘅地方，呢度有個門口係可以入嘅。咁其實我哋行出嚟俾大家睇下後邊，佢係有好多食鋪嘅快餐、便利店同埋。我啱先由後邊嗰度兜過嚟咧，嗰邊仲有啲咩順德菜啊、雞煲啊，都幾旺下嘅。OK， 再入翻嚟，佢呢個大堂咧做得都好似幾靚下嘅。雖然話有少少陳舊啦，但係呢個風格咧係比較大氣啲嘅。再過嚟，佢就係有個盈樂酒店嘅大堂喺呢個位置，有個樓梯上到去嘅。咁呢邊咧亦都係有啲食鋪食酸菜魚啊之類嘅，所以其實落樓咧都比較方便噶啦，係有好多嘢食嘅。咁當然啦，羅湖關口邊咧可能好多港人朋友都熟過 Amy 噶啦。咁而家就行咗出嚟喺呢個大廈嘅正前方啦，俾大家睇下呢個大廈門口嘅全貌。都做得幾大氣下嘅。咁呢個位置落去呢，呢個方向過去大概20米左右，就係9號線嘅人民南站嘅 A1 出口啦。沿街係有好多嘅商鋪，譬如話士多店啊、牛腩啊、快餐啊、茶葉鋪啊、食水餃嘅都有齊晒嘅。呢邊轉過嚟睇下呢邊。隔離就係香格里拉大酒店啦，咁沿住呢條路一直行落去就係火車站、羅湖關口、旅檢樓嘅位置同埋商業城嘅位置啦。落翻去就係大概咁樣嘅情況。咁如果係過嚟呢個過道後邊呢，啱先係無意中見到嘅，我啱先係由呢個位置過嚟嘅。嗰邊就係大中華環球金融中心嗰度啦，咁嗰度亦都係有單位賣緊嘅。樓下就係商場同埋地鐵站，樓下嘅商場咧就係叫茂業天地啦，係已經啱啱開業嘅，人氣啊、業態啊都算可以。咁嗰邊嘅單位咧就會比呢邊稍微係會貴翻啲嘅，因為呢度咧主要係話佢嘅地段價值嘅問題啊嘛。咁我哋睇翻呢個樓盤嘅情況。
70年產權嘅住宅，雖然產權年限咧係稍微早啲嘅，93年嘅地，包括樓齡啊各方面都係稍微會舊咗啲啲，但係我哋如果係話投資又好，自住又好，稍微裝修下執翻正咧就會好好噶啦，因為呢個位置咧最主要就係話呢個地段價值嘅問題啊嘛，因為佢距離羅湖關口近，距離地鐵站又近，周邊嘅配套啊各方面又完善。如果係投資出去，你買咗之後，譬如買個43平方嘅單位，120零萬左右，咁如果係話月供，只不過話供個3500零蚊，我哋收租都收個3500蚊啦，真係直接話月供就抵，租金就抵咗個月供嘅。咁如果係話想要揾翻啲近關口啊低總價平平地嘅，又要係住宅單位嘅呢個盤就真係好適合大家啦。咁如果係有啲個人朋友唔介意話買公寓單位嘅話，又想要係揾翻啲平平地近關口嘅，我哋亦都係有推薦嘅。前期有拍過嘅布心地鐵口嘅京基天郡府嗰度嘅單位，大概係99萬就可以買到個一房一廳複式嘅單位啦，仲送全屋嘅精裝修，新樓嚟嘅，而且嗰邊咧亦都係70年產權嘅喎。周邊嘅民生配套啊，同埋啲商場嘅配套咧，亦都係好旺嘅。步行個500-600米就可以去到12萬方嘅天河城大商場啦。而且距離布心廣場啊、布心街市啊、沿街啲商鋪都係好方便、好完善嘅。咁無論係話想要了解邊個樓盤都好啦，感興趣嘅話就可以掃描屏幕上方嘅二維碼，添加 Amy 嘅 WeChat 或者係 WhatsApp 嘅，過嚟睇樓可以約翻 Amy，直接打電話約我都可以嘅。睇樓我哋係會提供免費專車接送啦，成交之後仲會回贈家電禮包或者係物業管理費俾到大家。好啦，咁今期嘅視頻咧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覺得 Amy 講得仲 OK 嘅話，幫手點 like 支持下，同時可以follow我哋嘅頻道，我哋會持續更新深圳嘅樓市情況俾到大家。好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